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公立医院。财经网前2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叫《财新周刊》4月21号发表的，叫多地公立医院债台高筑，降薪裁员是否唯一选择？咱们网友也很多人对医院、对医改、对医疗比较关心，正好我们借着财经网的这篇报道来看一看多地公立医院债台高筑，降薪裁员成为一个选择。他这个报道从公立医院医生还有这个医院的管理者不同的角度穿插了来描述公立医院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些问题或者叫困难。他的文章说，从业35年的医院管理者王海洋正与他供职的医院一起经历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他这里面提到的所有的人的名字还有医院恐怕都是化名，大家没必要校正，只是便于描述，大家一听就完了。这家地处经济欠发达西南地区，年收入不到2亿元的公立3甲医院，在过去10年中滚雪球式积累下近4亿元巨额债务，如今又因为一场医疗设备租赁官司背上1000多万元赔偿款，医院肯定是没有办法活下去。千里之外的黑龙江一家市级公立医院处境相似，院长告诉财新网说，多年来医院一直负债运营，直到去年11月他接手的时候，医院负债规模已直逼1亿元。我们这么一家500名员工的2级小医院负债9100多万元，一年收入不到1个亿，根本是资不抵债。公立医院怎么就到这一步了？就是公立医院居然也资不抵债，超过了我们很多人的想象。说医院最困难的时候，财政拨款60万元，开出来全院职工3个月的工资，但这显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颓势。医院80%医疗设备快到淘汰期，但没钱更换，我们没有任何多余的钱再投入医院发展。院长说2023年以后到现在2年时间就没有发过夜班费和绩效，只能维持基本工资。西部某省一家县级3乙医院的科室负责人宋卫东，他说他所在的医院同样负债累累，给员工发工资和给供应商回款只能2选1，每次发工资都是要欠2-3个月，通过其他方式借钱或从其他地方预支，也就是发工资都成问题。公立医院运营承压已不是秘密，医院往往以降薪引起矛盾，也是矛盾的公开化。医院的这个窟窿都是怎么展现出来的？都是矛盾公开化。这个矛盾一般的就是医院降薪，员工讨薪形势爆发。最极端的表现是债台高筑后彻底的崩盘。什么叫彻底崩盘？就是医院破产。2024年，广东梅州嘉应医院破产倒闭。这家始建于2009年梅州市市立公立综合2级医院，在经历10个月的薪资拖欠后，最终宣布停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离全国典型破产案例也不远了。看到梅州嘉应医院破产的消息，宋卫东似乎看到了自己医院的未来。在近年的公立医院改革中，先是实施药品零加成等政策，公立医院收入结构调整，再遭新冠疫情期间的业务断流，疫情后的2年又逢医保政策收紧，患者流失加剧，医院收入滑坡，入不敷出，更有不少医院早年举债建设，旧债未还又添新债，如今滑向资不抵债的危险边缘。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公立医院资产负债率在20年间几近翻倍，从2004年26%升至2021年的45%，负债规模在过去10年内增加3倍。2010年全国公立医院负债总额5113亿元，2021年这一数据增至1.92万亿元。一名公共政策学者受访时分析，医院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过去10几年累积起来的债务越来越高，如果到期后无法偿还，债务暴雷就会自然发生，甚至走向破产。公立医院何至如此？如何化债？也就是我们老说房地产暴雷，现在医院也要暴雷，如何是好啊？连医院都要暴雷，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财经网说，第一个就是难遏制扩张
冲动，就是公立医院有那么一段时间，它是都盲目的扩张。在汪海洋记忆中，医院欠下第一笔债是在2012年，那年医院正值从2级医院冲击3级医院的关键时刻，医院斥资5000万元拆了一栋老楼，并在原址新建，中央预算内投资1800万元。但地方政府没有投入，剩余资金医院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为此，医院向银行贷款3000多万元，开始背上债务。也就是医院从扩张冲动开始举债发展。也是那一年，医院成功获评3级甲等医院。虽然我们是3甲医院，但医院本身基础比较薄弱，条件也非常有限，学科建设不完善。当时医院重症医学科、心内科都没有，必须想方设法来做这个事。汪海洋回忆，当时学科建设已经成为制约医院发展的棘手问题。但医院找政府，政府说没钱投入，找银行融资，因医院欠下3000万借款尚未还清，无法做信用评级，找第三方又不被政策允许，医院不得不向供应商贷款。开始贷了1000多万，随后又贷了2000多万，还不算我们欠供应商的设备款，还有以前欠的药款。也就是医院向银行借钱，因为借了一笔3000万，你再借钱借不了了。但是医院还需要扩张，它的很多学科建设，什么重症科、心内科，这不得投钱吗？没有办法，跟政府要钱，政府没有，医院就跟这些供应商去借钱，也就民间借贷。医院发展越来越受到空间限制，这意味着已然在负债中前行，又要建设新院区。这家医院占地面积只有5.8亩，大约半个足球场大小。医院要想发展，首先基础设施建设要完善。汪海洋说，医院原址周边都是居民小区，再没有空间扩建。最终，政府在远离主城区的一片空地划了新院区建设用地。我看全国各个地方的医院都这么干，都跑到郊区划更大一块地方建新院区，从县城到地级市到省会城市，甚至到1线城市都这么干。很偏远，交通不便，没有住户，没有商业。汪海洋认为，理论上医院应该选址在方便患者看病就医的繁华地带，但是也别无选择，没办法，再不建的话就没有地盘了。新院区计划投资3个亿，2021年前后，医院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2亿元资金，后者由医院偿还本息，仅利息每年1400多万，2个亿的专项债，利息1400多万，还利息不算高呢，7%。医院债务此时累积到近4亿元，医院负债率达到了100%，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49%的警戒线。汪海洋说作为评价债务水平是否合理的关键指标之一，资产负债率指标负债规模与资产总额比值，这个跟房地产是一样的，反映医院的财务健康状况和偿债能力。当医院收支结余状况良好时，医院可以有效偿还债务本息，反之则容易进一步背负经济压力。说负债率到底什么情况下才是健康的，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前述公共政策学者认为，企业要通过先进流量表预测利润率、资金周转率，判断能否覆盖债务杠杆。假定经济增长率不变，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要根据自身盈利能力计算健康负债率。如果在10%经济增速的情况下，负债率90%可能都是健康的，但如果净增长率降到1%-2%，可能负债率达到50%就已经很危险了。前述学者称，资产负债率还要依据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分析。当然，如果太高，达到100%甚至120%，我想对任何企业可能都是危险的。很多新能源汽车负债率都已经80%了嘛，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新能源汽车现在越卖越多，它的销量不降反升，或者维持在一个高水平，它的负债率80%就没事，和恒大是一样的。恒大负债率80%，如果他的房子呼呼的往出卖不要紧，但他卖房子速度慢了，去化一慢，你的负债80%你就先还，因为你回来的现金你偿还债务，现金流会断。这个跟新能源汽车是一样，那医院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一旦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下滑，负债率高的企业就面临着暴雷。那这些医院为什么暴雷呢？无非它就是它的负债率那么高，但是收入在下降。医院的收入有几大块，恐怕很重要一块都在医保那一块。我们接着往下看，说这个与汪海洋经历相仿，宋卫东所在医院也有类似发展轨迹。2022年，这家有70多年历史的2级甲等医院升为3级乙等综合医院，
医院揭牌前投资几个亿新建的住院部大楼刚刚启用，宋卫东估计新大楼建设的投资加上历史欠债，医院负债已达到3亿。在政府投入难以满足现实需求背景下，公立医院为改善就医条件，争取建设项目大多通过举债来扩大规模，更换诊疗设备。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钱庆文分析，他说，公立医院的债务主要来自盖大楼、购买仪器设备、人才引进，还有部分债务在经营过程中不知不觉形成，比如买药品耗材没有马上付款，久而久之逾期应付药品耗材金额增加，形成债务。2019年全国卫生健康财务年报数据显示，全国3级医院非流动负债1568亿元，其中基本建设负债844亿元，设备购置负债211亿元，二者占比近70%。处于夹心层的2级医院举债建设冲动比较强烈。据国家卫健委统计，2020年全国约40%二级医院出现亏损，其中7.5%的资产负债率超过100%，50%的资产负债率超过50%。患者也是认同大医院的，医院发展的越大，楼盖得越漂亮，来看病的人越多。前述公共政策学者认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同样适用医疗领域，也就是医疗领域也得卷。你2级医院、1等医院看病，没人看病，你的收入就少，越来越萎缩。所以这些2级医院得想办法就得变成甲级医院。那你要成为甲级医院，你就得扩张，你就得贷款，你去发展。说患者普遍习惯大病去3甲。另外，近年上万亿财政资金投入基层，基层诊疗能力相较10年前有所提升，又节流了一部分慢病和小病患者。所以这个2级医院变成一个夹心层，上面有3甲医院，下面有社区医院，被这个腹背受敌，所以2级医院基本上就变成一个上不着边下不着地，处境尴尬。一些2级医院为了向上冲3级，不断加杠杆，医院不发展就是等死，这个大家也能理解。前述公共政策学者告诉财新说，公立医院通常参照历史财务数据预测，例如现在融资多少盖一栋楼，引进哪些设备，未来收入多少可以偿还债务。若医院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现金流完全可以覆盖债务资金成本。实际上近20年来，公立医院一直是这么操作的。当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医院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现在挨头刀的会是杠杆加得很高的医院。公立医院上杠杆最大的支出就是盖大楼、买设备、增床位，先倒下的会是在盖楼上过于冒进的这批医院。前述学者判断说，简单一点，也就是你上杠杆了，带杠杆，我们个人加杠杆，你赶上经济不好也是倒霉暴雷，企业一样，实际上医院何尝不是呢？所以经济下行，你带杠杆的都要倒霉。说卫生行政部门很早就注意到公立医院财务风险，2012年以来，国家卫健委多次明令禁止公立医院举债建设。2023年，财政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说然而，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历史数据，2004年公立医院负债规模是1400亿，资产负债率是26%，到2010年负债总额已经5113亿元，资产负债率提高到31%。2021年负债总额1.92万亿，也就涨了4倍，资产负债率达到了45%。说虽然政府屡屡发文严禁公立医院无序扩张，但无处不在的潜规则实则一致鼓励这种行为。医院规模扩大，床位增加，医院级别才能提高，2级医院可能获评3级医院，院长的行政级别和收入也会相应提高，医生的待遇也会提高。你看看，有专家说，医院管理者在任期内举债建设，留下的债务往往是后来者偿还。我在任上能搞来钱，红火一把，债务问题不是我的，也就是咱们说透支式发展嘛，他透支了未来，反正在我这手上火一把，
大家搞点钱。至于说后面的债务谁来还，这个烂摊子谁来收拾，跟我没关系，谁来擦屁股，我已经退休了或者我调走了。说因为资金紧张，汪海洋所在的医院新院区建设还没有完工，医院无力足额偿还地方政府专项债本息，每年只还10多万元，不足应还本息的1%。他一边担忧搬到新院区何来资金运营，一边更悲观的想医院可能都要消失了。所以他第一个原因就是遏制不住的这种扩张冲动导致的。那第二个，医疗改革带来的阵痛。医疗改革往往是导致医院的收入受限。前面这个扩张是它债务在增加，如果债务增加的同时它的收入也在增加，那么它问题不大，能覆盖。但是这个医疗改革导致医院的收入在滑坡，说公立医院因基建产生巨额支出，你别的不说了，你就每年的利息都得几千万，但是它的收入却在滑坡。一般而言，公立医院收入主要来自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贴，财政补贴力度受各地财力影响。从全国方位看，财政补贴在公立医院收入占比不足10%。整体而言，医院主要依靠自身业务开展实现营收，医院收入几头缩水。为宋卫东所在的医院整体收入从2022年接近2亿，降至2024年不足1.5亿元。收入减少成因复杂，既有区域竞争激烈导致患者流失的外部原因，和医院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的内部原因，也有药品耗材零加成、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性原因。当然，首先是患者流失了，患者往高级的、更好的医院去了，你这个患者不够，病床很多，但是住不满，医院内部管理跑冒滴漏、贪污腐败，这也是原因。那还有绕不过去的原因，就是医疗改革、药品零加成、医保支付方式变革等等。过去公立医院可以在药品和耗材实际采购价格基础上加价15%销售给患者。为破除以药养医，进一步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2017年9月和2019年年底，药品和耗材加成分别取消，由此带来的医院收入减少。通过各地建立补偿机制消化，归纳起来即是80%靠调整医疗服务价格，10%靠政府投入，10%靠医院自身精细化管理。但破旧同时尚未能立新，因政府投入不足，政府没钱呢。2021年房地产低迷，对吧？恒大一暴雷，政府的地卖不了，政府地卖不了，政府就没钱，连工资都发不了，他哪还有钱给医院投资呢？因政府投入不足，且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进展迟滞，公立医院在这一重大运行机制改革转换过程中，背负了相当比例的改革成本。宋卫东说，在药品零加成政策实行前，医院每年药品销售接近5000万元，按15%加成计算，仅药品利润约在500-600万元。这些利润至少可以保证医院药品储存、损耗以及药房相关人员薪酬等方面的开支。政策实行后，每年医院仅可获得100万元左右的政策补偿，相比从前药品利润少了400万元。为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2019年开始，国家医保局从试点到全国推行按病组付费，也就是什么 DRG 模式，还按病种分值付费，就是 DIP 模式为代表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截至2024年，改革已覆盖26个省份，按计划到今年底将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不同于过去按医疗项目付费的方式， DRG 模式是根据疾病类别和患者情况等因素，把患者分入不同诊断相关组，医保部门为不同疾病组设置固定的打包价，就是这种病就是8000块，那种病就是5万块，你不能超过，超过了你医院自己承担，搞个打包价、封顶价，并按照这个标准价格与医院结算。这种改革我想也是迫于无奈。如果这种病，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感冒，你明明开一片药2块钱就能治好的，但是有的医院把这个病他非得给你搞成200块钱才能治好，这200块钱就从医保那儿支出。那对病人来说，反正我只掏90%报销嘛，个人付10%，甚至个人都不用付，病人不管，那就很有可能医院就利用这个病都从医保那儿掏钱，过度医疗嘛。那医保那就他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就给你这种感冒就是3块钱，你要治超了，你医院自己承担。所以说你看他就是没办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说这种合理吗？也不见得不合理，但是有的时候他是没办法。说 DIP 是在 DRG 基础
础上，运用大数据对疾病做更细致的分类组合，按分值付费，更细化什么病你只能花多少钱。年底，医保部门以各医院所提供服务的总点数为分子，以区域医保基金支出预算总额为分母，得出每个点的实际价值，再按医院实际点数付费。你看这个就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两种支付方式都还受区域医保资金总额控制，即医保部门在一定的时期内，根据基金收入情况以收定支，对某一区域医保基金支出设定上限，确保医保基金收支平衡，可持续运行。以往按项目付费阶段，医保部门被动埋单，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一个感冒治300块，医保也得给你钱，按照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实际费用承担医保需支付的部分。患者治疗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多。你看医院它就不控制不住的要给你小病大治创收。而 DRG、DIP 付费模式，医院不仅要避免单个病例超支，还要承受区域总额控制的双重压力，与同区域医疗机构在当地医保基金池中竞争。池子里就那么点钱，你这么多医院分，医保它也要讲究收支平衡的。我今年就收了这么多钱，这么多钱里面拿出多少出来，你这么多医院分，那就不就是池子里钱少，那就是医院看谁能力大，谁分得多吗？这不就卷吗？大家都抢着收病人。孙卫东告诉财经说，2023年医院所在的地区开始正式实行 DIP， 也就是财政补足，医院要维持运营，都想办法能收就多收点病人，导致区域内住院病人越来越多。如果区域医保基金总额没有增加， DIP 的结算分值就会被稀释。比如原先1分相当于1000块，现在1分变成不到800，同样的分值，农村医保局拿回来的钱就更少了，大家都被稀释了。通常医疗费用除患者自费部分外，医保部分由医院垫付，年底结算。据宋卫东了解，他所在市实施 DIP 支付结算近2年来，医保局最终给县区医院平均拨付率 80%， 也就是说我们给患者报销1000块，最多能从医保局拿回来不到800块，其余200块钱医院从其他收入里面贴。那你说这医院不在出血吗？说医保资金不足，从我们身上抽血，把医院给抽垮了。湖南某区级2级医院院长认为，医保新政策下，医院新增了700-800万元的亏空。近年受大环境和医保结算影响，医院业务收入锐减。过去医院收入保持每年10%的增长，现在每年以20%左右的幅度递减，业务收入每年减少2-3千万元，医院现已负债8000万元，很难维持基本运营。那就是越运营窟窿越大，那最后只有轰然倒塌暴雷。当然了，我们要从医保角度来看，那近年医保乱象也非常严重，医院里套取医保资金，咱们也报道过，说近年医保乱收费，整治趋严。汪海洋所在的医院每年面临几百万元医保罚款。他告诉财经，近年来医院人才流失严重，人手不足，新进医生对医保政策理解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医生普遍年龄偏大，对政策理解有局限，临床医生病历记录不完善，或者没有按照医保科要求和患者沟通签字，这些问题都会被医保判定不合理、不合规，进而引发医保罚款扣款。财新此前报道说，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相关人士曾在一次公开发言中提到，医保是医疗服务最大的购买方，医保直接结算资金占大部分医院收入50%左右。医保制度改革、基金监督工作的推行对公立医院影响巨大。在医院抱怨医保控费过度挤压医院生存空间的同时，医保方认为是医院粗放式管理导致费用超标，改革只是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支出，新的支付方式已为医院预留盈利空间。对，从医保就来说，那你医院的管理有问题，你医院里面的行政占了一大半，医生只占一小半，个个都是坐办公室的，搞后勤的，你养那么多人干什么？那些人都是关医户、七大姑八大姨。
塞进去的。那从医保的角度来说，我还掏钱养这么多人呢，那医院总觉得钱不够，是吧？所以你看这个矛盾怎么解决？2024年4月，国家医保局网站转发湖南省医保局医药服务处一篇署名文章，就是医保局他署名文章说，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导致医院大面积亏损的说法是甩锅，也就是说，医保局我给你无论按什么方式结算，是给医院预留了盈利空间的。那你医院不能盈利，那是你管理水平有限。宋卫东估算，与按项目付费相比， DIP 的付费方式让医院2024年收入减少800万元，再加上药品零加成损失的利润，新的支付方式下，医院盈利空间几乎被榨干了。医院近3年平均收入1.5亿元，减除药品耗材成本5000万元，剩余的医疗收入要支付员工工资、偿还基建款、仪器设备维修费用和药品耗材历史欠款，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医院有医院的难处，但是这一切都叫见怪不怪。毕竟中石油中石化还亏损吗？垄断它都能亏损，还有那些高速公路收费的，那就是拦路抢劫，一样的亏损。还有把大好河山拿围墙一围，圈地收费，那不就是5A级景区吗？收门票，就这个他还亏损，那医院亏损那就好理解了。医院毕竟又是买药，又是搞耗材，又是搞设备，又是引进人才，又是扩建病床，增加病床，毕竟还要运营，所以说医院亏损那就更正常不过了。连那个圈地收门票都能亏损。这个文章最后一部分说好日子结束了，说院长不想看到的另一种情形也在发生。什么情形呢？就是患者加速流失。部分与异地就医有关。内蒙古某2甲医院办公室主任告诉财新，受地方人口减少、患者异地就医增多影响，医院诊疗量下降明显。2024年住院量相较上年减少800人次，医院负债规模从疫情前的7000万左右增加到现在的8000多万元，只能勉强维持运转。患者外流之余，宋卫东面临更为残酷的同城竞争。他所在的西部城市全市有110万常住人口，却坐拥5家3级医院。随着更多的医院晋升为3级医院，虹吸效应日趋明显。他所在的医院诊疗量近年来逐年下降，住院量从2023年的1.7万人次下降到2024年的1.4万人次。在他看来，当地医疗资源已明显过剩，每1000人口病床数已超过10张，远高于全省乃至全国平均水平。医院虽有700张编制床位，但实际使用率不足70%。医院债务只是表面结果，公立医院倒闭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超过需求。说近年各地建设国家级或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先后有5批125家医院获批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在他看来，区域医疗中心增加医疗资源供给，使当地医院患者进一步被洗。不少医院希望地方财政出手化债，政府拉一把无非2条路：第一，医保基金多付钱；第二，财政多补贴。但这2条路都在下降。医院寄希望于政府并不现实，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政府现在都缺钱，工资都发不出来，都是韭菜不买房导致的，土地卖不掉。宋卫东告诉财新，当地财政采取按床位补贴方式，但由于区财政紧张，每张床位补贴标准仅8000元，是其他县区的一半，每年补贴总额500万元，不及医院人力成本的1/10。降薪减员几乎成为不少医院管理者应对危局的唯一方案。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员减薪，这是我们支出的最大头。这个院长说，医院除全员降薪，还在努力节能降耗。我们现在打印纸都用废纸打印，不允许用新纸。每天下班电灯电脑必须关掉。但是说实话，杯水车薪，因为你节约了这点钱，根本无法弥补那些窟窿。医院不像以前快速发展，现在能够维稳就不错了。广州一家3级医院院长未雨绸缪，疫情后几年陆续给全院职工降薪30%，以降低人力成本，渡过难关。我记得去年年底深圳医院不都在降薪吗？有的降了50%。降薪是最快的，但不见得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有院长说，医院成本支出很大一部分是人力成本，降薪虽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降低成本，但也会引发医务人员的锯剑法则，就像一支箭射到一个人身上，外科医生拿锯子把外面的剑锯掉，然后把病人送到内科，
因为剑在体内。对宋卫东来说，更要紧的是医院因为拖欠药品、耗材款，部分药品开始断供。过去医药市场竞争激烈，同一品种有不同厂家或经销商供货，药企求着医院进药，医院拥有绝对话语权。企业通常以较长回还周期为代价保住市场份额。集采后，中标药品多是独家代理或少数几个公司代理，而医院要完成集采药品使用量的任务，医院回款回不掉，药就供不上。现在我们很被动啊，这就是财经网报道的公立医院债台高筑，降薪裁员成为无奈的选择啊，也就是医生未来恐怕也不好干。这个现象短期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为什么？大家想一下中石化，想一想那些那些景区类的上市公司巨亏，所以我就觉得医院亏也很正常，我很理解，这个你改不了。既然它亏，政府没钱补贴，那医院怎么办？只好降薪裁员。另一个极端就是莆田医院，它跟公立医院正好反过来。公立医院是什么？因为我们好歹还要讲公益性，你不能乱收费，你不能把病人搞到病床上让人加钱。那莆田医院可以这么干，它是以赚钱为目的，反正你自费，你掏钱，你本来2000块钱能治好的病，你怎么着给你治2万出来？公立医院不能这么干，但是它有遏制不住的那种叫什么？要提高收入，要提高待遇。我当院长，我只管我这5年或者10年的这个政绩，至于未来是怎么还这个贷款，堵这个窟窿，跟我没关系。相反，我这10年如果没好好干，没有扩张，没有给大家这个增加收入，那大家都说我不行。所以你看这个症结你解不开，医院本能的它要扩张，从2级要变成3级，否则你也最后也是黄。扩张又遇上什么疫情？你看看3年疫情对医院打击不小，再赶上经济下行，房地产暴雷，政府没钱补贴，本来政府要补贴10%，这个钱到不了位，又少1块，再加上这个患者外流，你这些新的3甲医院这个学科肯定是不行的，疑难杂症费钱的就赚钱的那些病例那些人都跑到北京上海去了，所以北京上海的产生一个虹吸效应，北京上海的医疗资源就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厉害，那全国各地的那些疑难杂症就越往那儿跑，这不就是一个循环吗？那这样你中部西部地区那些医院好的病号，这个就是肥一点的这个病号啊都跑了，患者流失，再加上医保改革，医保要严控支出，所以你看这几个原因一加，医院好不了，尤其是什么中西部地区县级市那些医院，大城市的3甲医院那还好。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学医的或者医生，你记得考虑了，尤其是年轻的，你现在在哪儿？你如果在县城或者在地级市什么3甲医院，恐怕未来日子越来越难过。如果你在深圳、在广州、在上海、北京，恐怕还好一点。这么下去，未来2年这些公立医院都要爆雷，尤其是地级市的、县级市的，难以为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